歡迎收聽和你看天下。嗱，呢條片不得不講下高市早苗領導嘅自民黨贏到開巷啊，當中一啲有趣嘅花絮。咁先講呢兩日日本熱爆嘅花邊新聞，就係日本前泳裝女優森下千里秒殺政壇老將安住淳。咁日本媒體形容森下千里係開票即勝選，簡單啲講啦，係開票2分鐘後已經確定當選啦。森下千里嘅驚人成績絕對唔係好彩嘅，亦唔係單單靠美貌嘅。佢個古仔咧絕對係勵志同感人。嗱，先講森下千里，佢今年44歲，年青時候咧係賽車同泳裝嘅女優。我以前都睇過佢嘅寫真集㗎，不過我就冇收藏到，我係同人借嚟睇嘅。佢嘅寫真咧係性感為主，冇露點。咁當然啦，我覺得佢絕對係靚女。嗱，隨住年紀大咗啦，佢再冇出寫真，就改為做主持同做演員。咁但係發展咧就麻麻地啦。2019年咧佢退出娛樂圈，再早啲311大地震之後咧，森下千里當時仍然喺娛樂圈嘅，佢哋已經開始參與一啲公益活動啦。咁主要活動範圍咧喺日本嘅東北地區，並且咧開始就住社會議題發表啲政見咁。2021年10月，佢就正式代表自民黨參選。咁結果咧喺宮城縣第5選區獲得61000票，但係咧就輸咗俾立憲民主黨嘅安住淳。嗱，嗰年咧佢亦有參加比例代表制嘅選舉㗎，咁一樣都係輸埋㗎啦。可以話咧森下千里雙連敗啊！當日咧無數人嘲笑佢係寫真女郎，唔係日本名校出身，亦唔係政治世家，話佢咧淨係得個樣嘅啫。去到2023年，因為選區重新劃分啦，森下千里原本個選區就冇咗，自民黨再唔可以支持佢參加分區直選啦，只能夠支持佢參加比例代表制選舉。咁結果2024年佢成功當選。2025年啊，高市早苗上台委任森下千里做環境大臣政務官，呢個職位咧大約等於香港司局入邊嘅常秘咁上下啦。嗱，總之咧就唔係局長，唔係高市早苗嘅內閣成員。咁但係無數人都話高市早苗真係夠薑，揾個寫真女郎做中央級別嘅政務官。咁另外咧，亦有人質疑啊，森下千里冇足夠民意支持嘅，因為咧大家明白到比例代表制排到頭2位咧，幾乎都係贏硬嘅，除非自民黨輸到撲到直一直嘅啫。2024年嗰次大選咧，自民黨確係表現係差嘅。但係咧就未至於比例代表制名單排第2嘅人都唔可以當選，咁所以當日好多人就話2021年森下千里雙連敗啊，咁樣係證明森下千里唔夠班做環境大臣政務官嘅。咁跟住咧勵志故事發生啦。2026年高市早苗解散國會提前大選，森下千里當然應戰啦。佢去邊度選呢？佢就去翻當年雙連敗嘅選區宮城縣第4選區出選。嗱，我前面講過啦，第5選區咧已經冇咗啦，取消咗，納入咗第4選區入邊。嗱，今次咧森下嘅對手係邊個呢？就係當年 KO 佢嘅政壇老將安住淳咯。咁即係點呢？即係邊度跌倒邊度起翻身啦。嗱，今次如果森下千里又輸嘅話，佢嘅政治生涯咧可能要暫停啦，政務官嘅職位都好難保得住，甚至會連累埋高市早苗。因為如果森下敗選，即係高市任用嘅人物咧得唔到日本人支持啦，咁即係咧高市早苗用人冇眼光咯。咁所以正常嚟講，如果打穩陣波，應該就安排森下千里去同啲實力較弱嘅對手選嘅，就唔應該揾佢去挑戰安住淳嘅。嗱，大家又睇下安住淳係咩人物？安住淳今年64歲，早稻田大學畢業。佢咧喺依家宮城縣嘅選區盤踞咗30年，創下參選眾議員7連勝紀錄嘅。咁依家咧佢係反對派中道改革聯盟嘅幹事長，係公認嘅政壇老將，有不敗戰神嘅稱號嘅。2021年森下千里就係敗於佢手上啦，係佢手下敗將。結果今次嘅選舉咧，安住淳同森下千里對決。選舉完咗，一開票箱2分鐘內，安住淳已經被 KO 被秒殺啦。2分鐘內，安住淳已經輸咗，成為呢2日日本媒體瘋傳嘅新聞。嗱，大家可能會有個疑問啊，有乜可能2分鐘內知道結果嘅呢？嗱，我以前咧做過候選人嘅票站代理嘅，我咧見證過無數嘅開箱點票嘅。
嗱，其實傳統點票咧係咁嘅，先咧就收集所有嘅票箱啦，喺同一個地點，然後倒出所有選票，跟住第一件事就將啲選票咧按不同候選人嘅得票就分成幾堆咁。如果淨係得兩個候選人咁就簡單啦，分成兩堆咯，然後先至再逐張去數。所以如果雙方得票強弱懸殊，阿 A 嘅得票大堆成咗山咁，阿 B 咧細堆，咁根本勝負已分噶啦，幾乎咧用肉眼都可以分出勝負嘅。嗱，今次心下千里秒殺安住淳咪就係咁咯，票箱一倒出嚟，一分開啲選票，心下千里嗰邊大堆，安住淳嘅票明顯都少好多嘅，心下千里嘅助選團已經可以拍手掌歡呼噶啦，根本繼續點票咧都淨係點算下得票嘅數目嘅啫，結果方面就勝負已分啦。今次安住淳唔止被秒殺被 KO， 連政黨嘅比例代表制嗰邊咧都一樣輸埋喎。安住淳有10次出選嘅紀錄嘅，從來未輸過。今次終於輸翻俾自己手下敗將，今次仲係輸到呢個安住淳雙連敗添。呢兩日日本媒體形容心下千里係大金星，大金星喺日本人嚟講呢，即係弱者打敗強者，逆轉反勝嘅傳奇咁嘅意思。大家話呢個古仔係唔係勵志呢？咁當然心下千里贏到開巷啊，梗係有高市早苗嘅效應啦。我都話個高市成功之處係佢令日本新一代覺得有希望。OK， 咁繼續講高市早苗大獲全勝嘅花絮之前呢，大家俾我唞唞，我就飲啖咖啡先。而希望大家呢個時候記得訂閱、點讚、留言、分享。如果有廣告嘅話，請大家記得支持下。翻嚟啦！政治就係咁嘅，當人民對一個政黨或者一個領袖產生好感呢，呢個政黨嘅人做乜嘢都容易令人接受嘅。但係點樣令人民有好感？哇，呢個問題就真係大學問啦。除咗政策之外，就係領袖能唔能夠令人民感到希望。各位大家注意，一個政客提出話要令人民改善生活，要通脹低啲，令大家揾錢多啲，呢啲目標只係根本嘢嚟嘅啫。令到人民感到希望，相信將來可以快樂啲，做人有尊嚴啲，呢啲先至係願景。而面對不同年齡嘅選民，年青人係最需要希望嘅。所以我之前出片講高市佢任用44歲心下千里同43歲嘅高妹小野田紀美係非常聰明嘅。呢兩位年輕女性嘅任命係令到日本嘅年輕人感到希望嘅，就覺得政治再唔係俾一班日本嘅老油條政客玩晒咁，年輕人都有可能參與，都有得玩嘅。而小野田紀美嘅作風，直情令日本嘅年輕人覺得政治文化、政治家嘅風格係可以改變嘅，唔係個個日本政客都一模一樣，冇個人風格嘅，唔係個個講嘢都一定要溫溫吞吞、模棱兩可嘅。小野田紀美嘅風格就係爽朗，一就一，二就二。我之前出片講高市嘅內閣唔需要特別揾多啲女性大臣嘅，依家唔係女人奪回個江山，而係要團結國家。總之有利團結嘅人物都盡可能用。當然有啲人有利於團結，但係佢唔係叻人，都可以任用佢嘅。呢啲就係政治妥協嘅藝術啦。我以前做人阿頭，有啲叻人投訴某啲同事話佢哋工作能力差，我都會同啲叻嘅同事講呢一句嘅。叻嘅領袖係包括帶領一啲唔叻嘅隊員，令到佢哋望落去好似好叻。然後我啲同事又可能笑翻我，話我永遠最叻講呢啲金句咁。大家又睇下以下呢單花邊新聞，你就會明白選舉其實係選好感，其他政策都係第二位嘅啫。咁當然啦，有啲政策太過離譜嘅話，選民亦唔會對候選人同所屬政黨產生好感啦。今次日本大選，小泉作為防衛大臣，當然要四出助選啦。大家可能唔知道，小泉喺好多人嘅眼中係政治世家，係政治嘅富二代。好多人覺得佢冇乜料到嘅，對佢嘅好感其實一般嘅啫。你話厭惡小泉進次郎都未必，但好中意佢又唔見得。但係由於高市內閣民意支持度高，小泉進次郎都開始越嚟越受歡迎啦。呢個小泉進次郎四出拉票啦，就好中意抱啲 BB 嘅，
但係呢條友仔咧抱親啲 BB，一定都抱到啲 BB 喊嘅，可以話咧無一幸免嘅。媒體形容小泉進次郎搞喊 BB 嘅擊殺率係 100%。嗱，各位，一個冇信心嘅政客會點做呢？好簡單啦，以後咧唔好抱 BB 咯。但係依家高市嘅團隊掌握到網絡民情，知道自民黨依家嘅受歡迎程度。社交媒體好多人覺得小泉抱 BB 嗰啲影片令人睇到好開心嘅。小泉進次郎索性四出拉票，不停抱 BB， 而果然呢，任何安靜嘅 BB 俾佢抱一抱都馬上喊嘅。嗰啲家長咧反而覺得咁好好玩，於是搞到小泉進次郎助選嘅場合，好多媽媽特登帶啲 BB 俾阿小泉抱一抱，然後拍攝下啲 BB 喊嘅場面，一時之間呢就成為網絡迷因啦。人人覺得好好玩，小泉進次郎呢更加社交媒體就話會喊嘅 BB 才會長大嘅。小泉進次郎今年44歲。呢啲咧就係由政治富二代到基層出身嘅寫真女郎，都可以有機會喺日本政壇中央嘅層面有發揮空間。你話日本嘅年青人係咪多咗希望呢？大家又諗下，如果高市早苗人氣係差嘅，形象係負面嘅，小泉啊夠唔夠膽玩呢啲網絡迷因啊？如果高市嘅內閣係保守嘅，敢唔敢啊俾小泉進次郎咁樣玩法呢？都唔敢啦。OK， 咁下一個日本政壇嘅新星呢，就係27歲大空幸星啦。日本人話大空幸星好靚仔，我覺得 OK 咁咯。以政客嘅標準嚟講，佢嘅樣貌咧算係中上噶啦。大空幸星起初咧創辦一間 NGO 照顧孤獨老人，開始踏入政壇嘅，然後咧再加入自民黨。今次大空幸星咧又係大勝對手，佢嘅競選議題咧係主打國會世代交替。呢個議題咧唔止吸引到年青選民支持，連啲老人家都撐佢，因為咧佢之前係關注孤獨老人起家噶嘛。有日本人形容大空幸星係俾議員嘅身份耽誤咗嘅偶像。有人就話啦，大空幸星英語流利，有國際視野，贏晒日本政壇入邊嗰啲老嘢。咁都係嘅，大空幸星假假地都係東京慶應大學畢業生。慶應大學當然係日本名牌大學啦。嗱，大家睇翻啦，今次高市早苗帶領自民黨奪得316席，單自民黨已經超過2/3嘅議席啦。呢個紀錄咧破咗1986年中曾根康弘奪得300席嗰個紀錄，成為咧1955年自民黨創黨以嚟最輝煌嘅紀錄。高市勝選之後，馬上表明會同維新會繼續聯盟嘅。今次維新會咧就被壓縮到得翻36席。高市咧就強調同維新會係聯合執政，呢一啲咧就係應該有嘅政治倫理啦。所謂做人要有義氣，唔可以過橋抽板咁。另外咧，內閣成員咧，高市就話冇打算換人嘅，因為依家嘅團隊咧淨係做咗3個月啫，而工作成績亦真係慢慢出現到，所以咧暫時唔適合換人咁。依家維新會就冇人加入內閣嘅。高市就話啦，如果維新會想加入內閣咧，係可以考慮嘅。總之咧就係內閣共同承擔責任，有掌聲大家分享，有鑊咧大家孭噶啦。OK， 咁最後高市大勝，中共嗰邊有咩反應呢？中共官方依家仲未有正式嘅表態，但係啲官媒咧就話高市早苗可能係下一個英國首相卓慧思，咁即係點呢？即係只能夠做47日嘅啫。可以咁講嘅，中共依家仍然係喺度呃緊大陸人。當日英國保守黨夾硬將阿卓慧思拉下台，我就已經出片講噶啦。呢個做法咧必然令保守黨喪失執政地位嘅，結果保守黨咪真係大敗咯。而高市早苗佢有咁強大嘅民意支持，佢人氣咁高，今次係佢帶領自民黨創出奇蹟嘅。你以為可以咁容易喺黨內逼宮逼佢下台啊？中共黨你咪天真啊？又或者咪喺度呃大陸人啊？雖然大陸人有時都好易呃嘅。至於話日本軍國主義復辟就更加好笑，你去問下啲日本人想唔想打仗先啦？日日話打台灣嗰個國家唔係軍國主義，反而忍咗中共咁耐嘅咁多年都唔敢發圍嘅日本係軍國主義復辟，你話幾好笑呢？
大家睇下過去嘅幾十年，日本有冇做過啲傷害國際社會嘅事啊？真係冇乜噶。嚟到呢度都係呢句啦，希望大家繼續收聽和你看天下。喺呢條片下邊應該有超級感謝嘅符號嘅，好希望大家 click 入去支持我哋啊！拜拜。